新空氣樂家居完美系列送給你。Perfect Air 係由新加坡引入最容易操作嘅空氣淨化系統。完美空氣淨化系列可以分為空氣淨化器同空氣淨化液兩部分。完美空氣淨化液係由新加坡生產，採用德國納米微膠囊封鎖技術，將空氣內有害嘅細菌同病毒完全封鎖，令到病毒細菌缺氧而死，仲可以有效咁清除空氣裡面嘅異味，提升空氣質素。而我哋嘅空氣淨化器係採用水簾淨化概念，將水溶性嘅空氣淨化液混合喺水裡面，通過空氣淨化器嘅高速轉動，然之後霧化喺空氣裡面，經過納米微膠囊嘅封鎖技術，從而產生殺菌、除塵同埋清除異味嘅作用，達到潔淨空氣嘅效果。完美空氣淨化液係採用純天然植物提煉而成，並冇任何腐蝕性，對人同埋寵物都唔會有影響，安全可靠，而且已經攞咗國際認可嘅 PSP 嘅認證，殺菌可達99.99%。同時響其他國際安全檢測機構都做咗同類型嘅測試，證實安全可靠，可以放心使用。多種香味嘅完美淨化液，配搭完美空氣淨化器，喺車中、屋企、寫字樓、醫院、學校都能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嘅細菌、病毒、灰塵、煙味同臭味，帶出優質健康嘅每一天。我咧就好中意養狗嘅，咁以前啲朋友嚟到我屋企咧，就覺得好大陣狗味㗎。咁自從咧我用咗呢隻完美空氣淨化系列之後咧，啲狗味就冇晒啦，兼且咧啲狗去睇醫生咧都已經係少咗好多添。我同屋企小朋友咧不嬲都有鼻敏感㗎，成日都傷風咳打乞嗤啦，真係冇晒辦法。自從用咗完美空氣淨化系列之後咧，我哋啲鼻敏感好咗好多，傷風咳打乞嗤都少咗好多。呢隻產品真係幫到我哋舒服晒啦。有時候想喺車裏面食煙都唔得，女朋友投訴架車臭到死，屋企人又唔開心。自從買咗完美空氣淨化系列之後，將裏面車嘅煙味、臭味吸晒，佢哋冇投訴啦，我自己個人都覺得舒服咗好多。我係做室內設計嘅，咁經常有啲客咧翻嚟同我哋講咧，間屋裝修完之後，啲油漆味啊、天拿水味啊，同埋新家私嗰味道咧，好耐都散唔到啊！咁後來咧，我介紹佢哋用呢套咧完美空氣淨化系列，佢哋用過之後咧，翻嚟同我哋講，啲效果一流啊！屋企啲異味咧好快就冇晒，間屋空氣清新，個人住得自然好舒服啦。喺寫字樓裏面，空氣唔流通，人來人往，啲細菌啊、病毒啊，周圍都係，尤其喺流感嘅季節啦，啲細菌啊、病毒啊交叉感染。但自從我用咗完美空氣淨化系列之後呢，啲空氣質素改善咗，人都精神啲，工作效率又大大提高咗，老闆自然就會加人工啦。一般嚟講，大嘅空氣淨化器可以淨化400至500尺嘅空間，而細嘅空氣淨化器可以淨化100至200尺嘅空間。Perfect Air 空氣淨化器提供唔同嘅款式，呢部係細機，型號係669。除咗原有嘅空氣淨化效果之外，仲增加咗負離子嘅功能，同埋可以支援 USB、乾電、火牛、車插。而另一種大機169i， 佢都係增加咗負離子嘅功能，仲可以因應自己嘅喜好而調校轉速，適合唔同嘅環境需要。完美空氣淨化系列操作簡單，首先加適量嘅清水喺指定嘅容器位置，將容器抹乾之後放好，注入5至10滴嘅空氣淨化液喺大機，而細機只需要3至5滴，然後開機就會自動運作。一樽100毫升嘅空氣淨化液喺大機度可以用到1個月以上，相對嚟講用喺細機度時間就更長。空氣淨化液有30、100、260毫升可供選擇，而且仲有15種唔同嘅香味，每種香味都帶有佢獨特嘅香薰功效，更可以用喺其他唔同牌子嘅空氣淨化器同水溶性嘅香薰機裡面用添。多種香味嘅完美淨化液，配搭完美空氣淨化器，可以響淨化空氣嘅同時，
亦帶俾你唔同嘅奇妙感受。清新空氣樂家居完美系列送給你。